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有一只多哥共和国的货船拖动咱的海底电缆，互海巡当场抓到，转去台南安平港来检查。最后确认，这只就是中国的宽基船，也就是中国的船挂籍伫个多哥共和国。有军事的maj将专业透露讲，这只船已经伫个南部外海滞留1个月，恐惊是早就有企图要拖动咱的电缆，而且这只船的船名伫个短时间内就换名换3改，是毋是就是要闪撇查验？这海巡甲检调当全力咧调查。豆豆瓦郡货轮海巡的官兵上准司机爬上推顶船拦检，这只新鲜的货轮就是拜二涉嫌甲台澎3号的海缆交通的多国籍货轮丰台58。海巡接到消息就随出动，甲这只船转去安平港做搜证。海巡署怀疑这只船是中国少甲出海的宽衣轮，22号就出现伫咧嘉义布地外海，目标敢若就是台澎2号海缆。3天了后，伫咧台南外海14.7公里处，遮尔拄好，台澎3号的海缆就伫即时登去。军事的maj将也嘛抛出货轮的路线，搁较野了。原来这只船已经伫咧嘉义到高雄外海拍定停过外月，目前是海巡署配合检调，全力追查。在他们的出发地跟下一个目的地港口呢，可能跟中国有密切相关的，这些都已经被列入了黑名单来调查，就是要求航港局要尽速的提供这些资料，那就国安单位来判读。毕竟关系到国安，将立委嘛是重点关注。军事的maj将也嘛分析，这只货船若是一个船长加上7个船员运作，伫咧海上1个月成本就要新台票200万，油钱就占8成，遮尔悬的成本是无下经济效益。这只船的名搁为丰台168改做丰台58，到安平港了后，搁变做神秘7，一直改名，敢若是想要闪避。这边的外海已经逗留1个多月，然后竟然在我们6海里的地方能够切断这样子的一个电缆的时候，那我觉得我们的海巡可能还要再更尽责一些。海南防测灯敢若是中国的宽衣轮有严重涉嫌，种种的现象拢显示中国伫咧铺设地带的侵略唔不收煞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